大家好，親愛嘅朋友，你中意高質又勁嘅低音，但係成日覺得喺低音俾浪聲同引擎聲蓋過嘅咧。今日我哋台面有新產品，呢啲就係 ACV Marine 嘅 Supreme 高級系列主動式低音喇叭，可以一次過徹底解決你呢個問題。你而家收咗緊 ACV 頻道，我叫 Pavel， 咁我哋開始啦。照翻我哋平時嘅慣例呢，我哋首先由配件開箱呢部分慢慢講起先。各位親愛嘅朋友們，今次呢個環節好大機會會係大家見過最快嘅一次配件開箱。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我手上面呢部機仲係處於試產階段嘅版本，所以目前連最基本嘅說明書同埋相關嘅保養卡都仲未正式印好。不過我會用官方網站嘅圖片直接俾大家睇下佢哋係點樣。啪一聲又啪一聲，配件入邊當然有遙控器、編碼器，可以調細調大聲，係用 micro jack 插頭連接，仲有 SA10 型號用咗固定嘅角鐵，同埋用咗安裝嘅螺絲。就好似我頭先講過，呢啲係主動式低音喇叭。如果你唔知咩係主動式低音喇叭，我而家用簡單方法解釋俾你聽。主動式低音喇叭唔淨止係一個單元，仲包括聲箱同埋擴音機，全部加埋一齊先叫做低音喇叭。呢個唔係話將所有嘅架上有啲騷亂咁塞入去，求其砌一件出嚟。呢個係講求精確計算嘅，即係話入邊每一個零件、每一個元素都係專登計算過，等你可以用最少嘅人力同金錢嚟到設備最大嘅效益。我哋嘅工程師已經幫你計算晒，所以你唔使再上網揾點樣嘅單元、點樣嘅低音喇叭、點樣計聲箱，呢度全部都已經計算好晒。即係話你只需要接駁好就可以享受高質素嘅低音。仲有呢啲低音喇叭有兩個獨特嘅賣點，第一就係有被動輻射器，第二就係有一個可以應付超低阻抗負載嘅擴音機。但係我哋會逐樣講，咁我哋就由外觀開始講起啦。MAR102 呢個型號嘅機身係用不鏽鋼做，表面仲有噴粉塗層，機身上面仲有 Supreme 同埋 ACV Marine 嘅品牌標誌。SA10 呢個型號嘅機身就係用現代複合塑膠製成，仲有防紫外線保護。兩款機身都符合 IPX6 防護標準，機身本身都幾細部，安裝起嚟好方便，基本上咩交通工具都裝得落。即係話唔一定淨係用嘅遊艇，可以用嘅越野車、4壓車，甚至係開篷、皮卡等等。總之基本上好容易就可以安裝喺任何交通工具上面。另外都要講下佢嘅組裝質素，機身摸落去好實淨同埋緊密，而且完全冇咁多餘嘅共振雜音。同時 MAR102 呢個型號重達12公斤半，份量十足，又重又實淨，完全準備好應付激烈搖晃。SA10 呢個型號因為用咗膠殼，所以預咗會輕啲，得9公斤半。不過佢可以橫向或者直向安裝，幾方便。即係你可以將佢鎖咗地下，或者擺咗牆上面船嘅角落嗰啲位，唔會阻住你。兩款都係採用密封雙體嘅聲學設計。兩款型號嘅音盤直徑都係10寸，用嚟聚丙烯材料製造。當然選用呢種材料主要係因為佢防水，但同時都有個好處，就係有內部阻尼效果。因為聚丙烯本身可以有效吸收內部共振同埋多餘震動，咁樣令到喇叭嘅頻率響應線條平滑，佢哋得壓嘅高峰。我都想提一提大家，無論係 SA10 定係 MAR102 型號都有配備保護網，可以防止你嘅低音喇叭被機械損壞。例如，如果你唔係裝喺船上，而係裝喺車尾箱，就唔使擔心轉彎時有冇撞到，整壞個音盤。圓邊用嘅橡膠材料可以提供更大嘅線性行程。呢個單元有雙音圈，直徑2寸，阻抗係1+1歐姆，磁鐵嘅材料係鐵氧體。咁而家我哋就睇到呢啲低音喇叭嘅第一個亮點，就係佢有被動輻射器。MAR102 呢個型號有一個，即係話有一個主動單元，另一個係被動單元。SA10 呢個型號有2個被動單元，同一個主動單元。而家我哋講清楚咩係被動輻射器同埋佢有咩用。你睇下被動單元其實係一個嘅磁路同埋線圈嘅結構元件，即係話佢就係一個振膜加埋橡膠懸掛同埋一個定心片，就係咁多。佢本身係唔識發聲嘅，
係靠主動單元帶動先會喐，即係話當主動單元開始播歌嘅時候呢，佢會喺密封箱體入邊產生壓力，因為佢被動單元都會開始發出聲波，而有呢個被動輻射器就可以喺細細個箱體度攞到最多低音出嚟，即係話實際上佢只係喺好細嘅箱體入邊代替咗導箱管。而家我哋講下呢款低音喇叭嘅第二個賣點，就係佢嘅擴音部分。呢個低音喇叭入邊內置嘅一個現代數碼 D 類擴音機，因為用咗 Heavy 技術咧，可以喺超低阻抗0.25歐姆下運作。孖102型號有實淨370瓦輸出 ，SA10 型號就有400瓦嘅擴音機密封蓋底下咧，就有個控制端子，上面有輸入信號增益、gain 調節低通濾波器，範圍由50到150赫茲，仲有個 Bass Boost 低音增強旋鈕。啱晒中意重低音嘅朋友，仲有開關同保護指示燈，雙位切換掣，如果你接線時搞錯嘅極性就用得着，同埋 RAM DC 切換掣。如果你用高電平信號接駁低音喇叭，就要將佢哋去 DC 位置，佢只要有聲音信號，佢就會自動開機。如果你係用 RCA 線接駁，就要攞去 RAM 位置，喺端子左邊就有條密封嘅線束，入邊包括嘅電源線啦、remote 信號線啦、高電平接駁用嘅喇叭線、低電平接駁用嘅 RCA 插頭，仲有遙控器接駁插頭。咁各位朋友，依家就到總結嘅時候啦，你知唔知其實玩需要兩種人？第一種就係悶悶地聽住引擎聲或者原裝喇叭拒密嘅聲，第二種就會喺 ACV Marine Supreme 系列嘅音響，瞬間將自己手艇變成水上舞池。如果你想連條魚都同你一齊跳舞，佢 ACV Marine Supreme 系列嘅低音炮就一定要裝喺你艘船度。我係 Pavel， 嚟自 ACV 公司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住訂閱同埋俾個 like 呢條片啊！大家再見。